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細個仲要同家姐一齊打機，村校童年原本十分美好。屋企算係小康，每年一有假期都會去旅行。唉，最後一次全家人一齊去旅行，去咗大半年，過咗一段時間先知當時係08年金融風暴，全家旅行半年，原來是破產前最後的溫暖。不過大半年後，我哋都返咗嚟香港。當年我小5，唯有轉校，但轉校後因性取向受霸凌，度過黑暗歲月。不過升中後，中3嘅我開始在快餐店兼職，斷斷續續做咗10年。18歲考入飛機維修，當年嘅我堅信手藝勝過學歷。考 DSE 之前，我已好肯定公司會請我，所以求求其其合格就算，反正又唔會讀上去。不過世事難料，幾乎一年轉幾份工，多年轉工捱壞身體，住院休養同覆診咗好一段時間。但冥冥中遇見性別認同障礙科，開始咗我變性治療。休養一段時間，我決定再進修，點知認識咗而家嘅女朋友，給予我最大支持。終於我在畢業前完成上身手術，講得到係畢業前換身份證的資料。事業學業路崎嶇，讀書期間嘗試創業，但未見光明，有收穫並非名利，而是更認識了自己，內心豐盛。今天拿到新身份證，性別顯示男，我用新身份修讀碩士，繼續學習，這條路29年，終於成為自己。好感激一路上支持我嘅人，無論係屋企人、讀書嘅同學、老師，定工作上嘅小伙伴，我每一秒回憶都有家人朋友支持，係你哋俾鼓勵我，感激生命中你們出現，令我人生充滿色彩。謝謝你們，令我有能力成就我。